大家有冇聽過萬無三千啊？萬子嘅阿媽點解咧要咧搬屋啊搬得咁頻密啊？因為佢最想咧就栽培咧自己個仔咧就成為一個人才咯。咁結果萬子都真係咗成為咗人才啊！咁其實佢用緊啲乜嘢咧？就用緊呢個環境能量啦。所以咧喺我哋嘅古人入面咧都非常之着重咧，我哋揀個乜嘢嘅環境咧，對我哋有啲乜嘢嘅影響。而今日咧同大家去講解翻咧，喺咧2026年入面咧，環境能量啊，即係我哋傳統所講嘅風水入面咧，對我哋咧有啲乜嘢嘅影響？今日最主要同大家去分享咧嘅內容咧，就係咧講及到咧就係呢一個啦，和合人緣門啊！你屋企開個乜嘢嘅位置嘅門口咧，令到你嘅人緣啊，同埋人與人之間嗰個關係咧，係特別容易建立，亦都特別咧容易吸引到好多唔同嘅朋友。咁啊，預備你嘅紙同筆咯，你關心自己點樣去運用能量提升自己嘅話咧，就記得睇晒呢個短片啦，因為能量越大就運氣越好。而咧 Ken Sir 咧就其中一個啦，幫人哋提升能量嘅方法咧就係咧呢個環境能量啦。假如個客咧係第一次入嚟咧睇 Ken Sir 呢一個 channel 嘅話咧，邀請你記得就訂閱咗我呢個 channel 啦。我喺呢一度咧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幫大家提升個你自身嘅能量，因為能量越大就運氣越好。過往我拍咗咧過千嘅影片咧，分別就有嗰啲關於呢個電話數字嘅能量啦、姓名學嘅能量啦、環境啦、呢個風水能量啦，點樣幫我哋自己嘅提升嘅。所以咧，邀請你記得訂閱咗我呢個 channel。第一，你可以喺第一時間咧就可以擁有咧，我有新嘅影片上咗，你可以第一手資料咧就擁有呢一個點樣提升自己能量嘅方法。第二樣嘢咧，你亦都可以翻睇翻呢我過往咧用唔同嘅方法啦，幫人啦去點樣提升自己。如果你真係好想自己嚟緊嘅所有嘅運氣啊、日子啊，都在於你嘅掌握，同埋咧就係咧你可以享受到一個好運氣嘅環境嘅話咧，就記得訂閱同埋睇晒呢一個短片啦。和合嗱，咩叫和合先？人與人之間可以相處到，大家好容易溝通到，或者你好有一份魅力咧，係人見到你咧都人見人愛，車見車載，花見花開咧，咁啊呢啲為之叫做和合啊！呢個唔單止係和合咁簡單，呢個係直頭係提升你嘅個人魅力啊！咁咧一間屋入面咧，你要記住一樣嘢咧，就有唔同嘅人，有唔同嘅生肖，亦都有唔同嘅八字出現。即係換句話講，每一個人咧都會有咧唔同咧嘅磁頻咧，就受到嗰間屋開乜嘢嘅門口啊，乜嘢嘅位置為之廚房，乜嘢嘅位置為之呢一個睡房，對我哋係最大影響。再加埋如果佢係嘅 work from home 嘅話咧，經常喺屋企工作嘅話咧，你乜嘢嘅位置係你嘅坐喺度，亦都係最多工作地方咧，好簡單啫嘛。小朋友點樣讀書精靈，原來咧配合到佢嘅命卦咧，係可以幫到佢咧，就係咧第一提升佢嘅體力，第二提升佢嘅記性，第三咧就係咧佢嗰個精靈程度咧個發育咧會比平常咧同年紀嘅小朋友咧係會增加多幾倍嘅。想唔想？所以記得就訂閱我呢個 channel 啦。和合之門咁先講翻啦。今年咧有幾個門口咧，就同我哋咧提升到咧我哋嘅人緣有關係，亦都令到咧你嘅家制入面咧就人與人之間咧就咧提升咧嗰個關係上面嘅建立嘅。咁睇下你本身開唔開到呢個門口啦。如果唔係呢一個門口，唔緊要，你可以喺下面嘅留言咧去話俾 Ken Sir知，你嘅家居係開啲乜嘢嘅位置。可能你會唔知道乜嘢位置就為之咧，就係開嗰個門口嘅。好簡單地咧，揾翻你間屋嘅平面圖。咁當然啦，各大咧搜尋器入面咧，亦都有你嘅地址嘅平面圖。如果冇嘅，或者你話我可能住一啲舊式嘅唐樓啊，或者係啲公共房屋話就冇個平面圖，唔緊要，用你嘅尺寸畫個比例出嚟，咁話俾我，咁去用個指南針喺間屋嘅中央去度翻。睇一睇你嘅門口係歸納咗喺邊一區，我講緊最主要嘅出入呢間個單位入面嘅門口，咁就透過呢一個門口咧，去揾翻出你呢一間屋嘅能量咧個寄存唔同，有唔同嘅寄存就有唔同嘅效應喺唔同嘅人身上。更加重要嘅就係咧，一間屋開個乜嘢嘅門口咧，亦都直接影響咗呢間屋嘅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噶。你都想喺屋企咧就係咧家和萬事興噶嘛。丁財兩旺噶嘛，係咪？
好啦，第一個咧要同大家講咧，今年咧特別咧就係呢個人緣好嘅門口就係邊度咧？就係呢一個正東位啦。呢個正東咧，佢本身咧就係咧有一個啦能量咧就寄存咧就屬木嘅，就即係我哋叫做三碧木啦。三碧木咧，佢本身咧就係主呢個口舌是非嘅。但係咧好得意地咧就係咧今年咧2026年啦呢一個馬年啊赤馬之年咧我哋天地人有唔同嘅能量噶嘛，地有地氣嘅能量啊嘛，天星有天星嘅能量啊嘛。今年嘅天星咧就帶動到咧喺呢個正東呢一個門口嘅話咧，就出現咗咧就係呢一個八呢一個數目字。咁最重要一樣嘢，八呢個數目字同三走埋一齊咧，根據我哋老祖宗傳落嚟嘅叫河圖咧，講及到咧就三八就合化木，所以咧換句說話講咧，呢一個正東開門嘅家宅嘅話咧，嗰個人緣啊和合性咧就特別多。不過你要預咗喎，你識嘅朋友多咗咧，開呢一個門口嘅話咧，你喺錢銀嗰方面咧就因為基於幫人啊、愛心啊，或者咧就好多時係同情人啊、同理心之下咧，就會結果導致你咧有一啲金錢嘅付出過。所以咧你識朋友還識朋友啊，記住每一個朋友之間嗰個咧金錢上面咧嗰個借貸啊或者嗰個資助咧，一定要有你自己嘅底線啦，唔好話 Ken Sir冇提醒你啊。如果唔係咧喺呢一個馬年入面咧，你使大咗嘅錢借俾啲朋友，咁啊結果係點啊？咁啊自己估計啦，你衡量你個朋友會同你有咩反應啦，或者佢有乜嘢咧反目成仇嘅情況啦，呢方面大家要注意翻啦。另一個咧喺馬年入面咧係特別容易咧就同人際關係特別好嘅，就係呢一個咧東南門啦。東南門咧佢原始嘅能量咧，佢本身嗰個方位咧就係五行係屬木嘅，就係呢一個四呢個數目字。四呢個數目字咧，佢亦都係代表咗風，所以咧換句說話講，來又如風，去又如風啦。咁咧而咧你嘅家居咧喺呢個2026年啊。你本身呢個東南門咧有呢個四呢一個能量啦，咁而咧個天星同埋帶動到咧地嘅能量咧就係乜嘢咧？就係呢一個九字。根據咧我哋河圖啊老祖宗傳落嚟嘅古典入面講過啦，四九就會合化金，所以咧換句說話講咧，你今年咧就會識到好多朋友咧，佢特別喜歡咧就同你咧去講道理啊，或者咧就好鬼容易 friend 嘅，但係咧通常啊嗰啲都係乜嘢？中意嘅就係唱歌或者係咩啊？就講嘢好鬼大聲啊，或者就好鬼中意分享咧佢個人嘅人生體驗啊，佢嘅道理啊，佢嘅人生經歷過啲乜嘢嘅艱辛努力奮鬥啦，去到今時今日有啲乜嘢嘅成就啊，又或者咧就成日咧都叫你去咧就係呢個吃喝玩樂啊，慳啲咁講咧就係咧佢，但係咁佢又好鬼關照你喎，因為點解啊？佢好鬼欣賞你，佢覺得你同佢係好啱 key。亦都咧，如果開呢一個門口嘅話咧，你屋企人之間咧嗰種和合咧，大家你會發覺到，大家對大家咧嗰種咧關係咧就係第一多咗笑容，第二開心咗，第三咧就係咧呢一個咧，大家好多嘢都會通情達理嘅，就冇啦。以前咧就我中意我唔中意咁我係咁噶啦，或者即係有陣時就係咧大石砸死蟹啊，就係。長輩就欺壓啦，自己後輩啊成啊，我就可以咁講，應該叫欺壓咧。喺後輩嚟講，我哋叫欺壓咯，明唔明白啊？所以咧，如果咧你嘅屋企開嘅東南門嘅話咧，喺呢一個2026年咧，係一個和合，亦都係你自己咧結交到嘅朋友咧，係特別咧有啲有情有義嘅朋友居多噶。更加要提醒你咧，但係咧佢對你嘅要求咧就好鬼高嘅，要求咧你要夠附庸風雅啦，同佢一樣嘅品味啦，亦都咧要求你咧就係咧同佢一齊咧吃喝玩樂嗰份開心，咁冇所謂嘅。咁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咧你自己咧喺呢一個位置入面咧，好好地把握今年咧就建立多啲好嘅朋友，呢啲朋友為你將來建立啲種子，幫到你喺升職加薪啊，或者喺你嘅生意事業前途嗰方面咧多咗唔同嘅機會可以發展咯，明白嗎？一個咧就係咧，你會識到啲好鬼心急嘅朋友咧，環繞住你自己嘅身邊喎，同埋咧發覺到咧，如果你開呢一個門口嘅話，你身邊咧屋企嘅人咧都會容易係燥咗，乜鬼嘢都要貪快一個快字對於佢就非常之緊要嘅。呢一個就係西南門啦。如果你屋企嘅門口咧開喺呢個西南嘅話咧，咁即係代表咗咧，第一你識朋友真係識多咗嘅，第二你識嗰啲係乜咧？好鬼咧有自己一套諗法嘅朋友，但係你要記住咯，因為西南佢本身咧，佢五行咧就係屬土嘅，
咧咁你今年咧嘅流年咧2026年咧就有啦呢一個七赤金咧就飛咗埋去，咁就會出現咗咧就27咧就合化火，火咧就會生個土，咁啊火生土就會點啊急咯。但係急得嚟有陣時咧就會好多疏忽嘅情況出現咯。咁而咧七係代表咗咩？七係代表七赤，係代表金啦，亦都代表咗嘴巴，亦都代表咗信念啦。27合化火，咁即係換句說話講咧，就係咧呢一個火咧就會令到咧一啲朋友咧就係喺個嘴巴容易係講錯嘢啦，或者會導致呢個口腔咧有唔同嘅病出現。呢個多口嘅溫馨提示啦。咁我都咁而咧你嘅人際關係都因為你自己夠多口。可能咧就係咧見到人哋你好心提一提人咧，咁啊交多咗個朋友，亦都有可能咧就係你本身咧就去幫一幫人啊，或者去教人嘢，因為本身2呢個數目字亦都代表咗係教育啊、扶持啊、幫你啊。2有個好特質嘅地方嘅就係特別係會有一份心地好啫，就係叫做為你好啊，即係好似阿媽好中意照顧佢自己嘅仔女啊，照顧自己嘅子孫啊，成就為你好。咁但係好多時我亦都多口講一句咧，就係為你好嘅情況之下，就會好心做壞事，講唔到應該要講嘅內容，相反仲會講咗一啲咧，就係咧好心做壞事令到人哋咧就係咧無啦啦多達啦嘅內容咯。所以咧，如果你係開西南門咧，你預咗咧今年咧呢一個馬年入面咧，人際關係係好咗，不過咧你會好多時咧就有人就走嚟話幫你為你好，你亦都咧就好鬼心急咧喺人與人之間嘅相處接觸或者追求啲結果，或者你本身做事有陣時咧，但係會出現咗一種咧就係好勝而咧欠缺咗咧一份細心，結果導致咧就係有啲咧你就覺得自己100%啦，擺晒心機落去做啊，但係結果一樣嘢咧就得出嚟嘅效果咧同咧預期咧就相差咗咧一大橛，咁結果就係咩啊？變咗又要從頭嚟過，咁啊最嘥時間就翻手做嘢啊嘛，大家同意嘛？你屋企唔係咁啱開喺呢個西南門啊，係嘅，喺下面嘅留言啦，話俾 Ken 就知啊。所以咧呢一個和合之門咧，你人緣係好啊，不過你會變相咗自己好似多製造咗好多煩惱俾自己咯。但係有一個好處喎，呢一個門口嘅話咧，你會得到咧好多咧屋企人嘅祖蔭上面嘅支持，但係咧在於你做事嚟講咧就會有心急，同埋咧就係呢個疏忽嘅情況咯，注意下啦。另外咧一個咧就全年咧就好鬼旺嘅門口，呢個門口咧喺咧就係呢一個8個區域開門之中咧就最鬼旺嘅，因為咧如果你配合到你嘅命格或者咧同你咧間屋咧個形態配合到嘅話咧，咁咧你就會咧有好多咧不單止人緣提升，你嘅金錢啊、地位啊同埋人際關係都得以咧在於你嘅掌握，同埋咧就係你可以發揮到一個你自己嘅優勢咯，即係呢一個正北。正北佢本身咧佢嘅5行嘅能量咧就屬水，即係個一仔就寄存咗咧喺個正北位。呢個咧係原始能量嚟噶啦。咁而咧喺呢一個2026年呢個赤馬之年咧就有咧呢個天星個6仔就飛咗落去咧，就係呢個正北，咁啊令到咧呢個地氣咧就產生啦，就16就共水中。本身正北咧5行亦都係屬水噶啦，咁即係咧其實咧你開到呢個正北門嘅話咧，就令到咧屋嘅主人同埋屋咧人與人之間咧就第一智慧會提升咗，第二大家會係勤力咗，第三咧就會咧比較融通咧去處理一啲問題，就唔會墨守成規咧，就係咧佢永遠覺得自己嗰套係最好，亦都識得咧就係點樣將處事咧點樣咧好闊咁去宏觀啦，好深咧咁去鑽研鑽探咧，睇清楚入面咧嗰個真實嘅背後嘅意義。所以咧，如果你開到正北門咧，第一你人際關係會好咗，第二你勤力咗，第三你有智慧咗，第四咧就係咧你咧呢個記性咧比過往咧就會強咗。所以咧，如果你間屋咁啱，或者你嘅寫字樓啦個門口開喺呢個正北位嘅話咧，唔單止咧就係你自己會係卓越咗，你成間屋嘅屋企人啦。同埋咧，你公司嘅團隊啦，如果你係一個銷售部門啊，好似一啲保險公司啊，一個分區經理，你個區域開喺正北嘅話咧，咁即係亦都代表咗咧，你今年你成隊人啦都會咧好和合、好融通、好好數啊，即係咧個生意額咧就得以提升咯。
善於把握咧，就自己咧擁有咧唔同嘅門口，有唔同嘅優勢，尤其是係正北門。呢個世界咧，所有嘢咧就冇價講嘅。老祖宗咧就幾千年嚟咧就已經傳落咗咧有咁多唔同嘅智慧，我哋有冇得去識得去掌握同埋把握啫嘛？你嘅工作單位，你屋企啊，開個乜嘢嘅門口，就影響緊你嗰個單位入面帶來啲乜嘢嘅效果同結果咯。分享話俾我知啊，你屋企或者咧就係你嘅工作單位啊，喺邊一個門口開門啦。咁當然配合到命卦梗係最好啦，但係你要記住一樣嘢，就算同個命卦有啲差異啊，即係未能夠完全100%掌握嘅話，咁你都可以咧就透過咧就片尾咧有 Ken Sir 嘅聯絡方法咧去諮詢翻 Ken Sir 啦。Ken Sir 可以透過你嘅平面圖咧去咧俾到唔同嘅意見你咧，就幫你點樣喺呢一個馬年咧去提升咧你自己嘅運氣。咁啊簡單咁啊幫到你去提升。咁啊，記住一樣嘢，無論咧你係想諮詢或者想跟 Ken Sir 咧學呢一個環境能量，即係呢個陽宅風水學嘅話，亦都可以透過片尾聯絡翻 Ken Sir。又或者你話直接啦 ，Ken Sir 你同我去佈局啊，成啊咁，都係透過呢一個平面圖，亦都可以幫你咧就迎刃而解到你嘅問題。所有咧，無論你係報班幫你解決問題都好啦，都係一個收費服務嚟嘅。詳細情形咧，你可以咧透過咧 WhatsApp 同埋微信咧就聯絡翻 Ken Sir 啦。咁啊，片尾有我嘅聯絡方法。講到呢度，下個 video 再見大家，拜拜。